兩名印尼女傭涉嫌利用僱主嘅公屋單位作為私煙嘅儲存倉庫，以螞蟻搬家嘅形式收集私煙同埋分銷私煙圖利。海關星期日朝早喺彩園村發現兩名形跡可疑嘅印傭，於是採取行動上前截查，搜出約9萬支懷疑私煙，將佢哋拘捕，並且將佢哋押返村內僱主單位進行調查。喺兩個約300尺嘅公屋單位，再起獲11萬支懷疑私煙。海關合共檢獲20萬支市值90萬港元嘅私煙，應課稅值66萬港元，成功搗破一個以外傭為首嘅團伙，瓦解佢哋嘅私煙儲存同埋分銷中心。第一名嘅被捕人40歲，受僱約2年，負責照顧一名長者。第二名嘅被捕人士48歲，受僱約10年，負責照顧長期病患嘅僱主。兩名被捕嘅印傭互相認識，藉住僱主缺乏自理能力，將私煙收藏喺自己嘅物品當中，趁住假日嘅清晨時分外出分銷私煙。海關會繼續追查私煙嘅來源同埋去向，唔排除有更加